好，嚟日起步嘅時候啊，咁啊前面快閘嘅馬呢，咁啊見到中間位置豐盛尾二紅帽外邊呢就同寶寶啦，暫時殿後依然係嗰隻星雲浩騰嚟㗎。去到對面直路中尾段咯，前面放頭嘅馬呢都仲係呢隻進城區啊，跟住喺第二位度冇變過啦，係上市魅力啦。後邊嘅第三位皮具大師開始走咗上去喎，內欄第四仲有豐盛多彩，第五位內欄不假外求啊，吞咁啲銀皇輕標啊，響外邊黃衫呢，大約跟住個第七呢，仲有金德意啊，後啲嘅馬匹啦，咁啊埋邊紅眼罩灰馬等緊位冇位喎，獵景追飛啊，走入邊咗個星雲浩騰，掟到最出嗰邊啊，有喜悅一生大愛當同寶寶啊，最後300米到啦，前面進城區仲有半個馬位優勢，上市魅力就中檔追緊，出邊上有金德意，中間有皮具大師，最出嚟同寶寶，最後100零米進城區依然有一個馬位優勢，外邊有金德意上緊，中間皮具大師接近終點放頭贏啊，進城區啊，跑第2名嘅馬呢都係黃衫。金德意一路壓住咗入邊皮具大師，第4名呢都近㗎，埋邊上市魅力，紫色眼罩唔多啦，出邊追上嚟紅帽係同寶寶，結果頭場賽事進城區擺咗喺前面走，一放到底啊，金德意係咪第2嘅機會高過？